各位乡亲搞早，欢迎收看11个29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富宪。昨昏台湾国增加9站经过病例，拜过到单已经增加23例。现时台湾总共有648人染病。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近来带病入境的移工有较多，会甲劳动部评估，看台湾敢有需要引进遮多外国移工。过来拜6个增加9例新冠肺炎境外移入个案641到644是印尼籍女性移工，早起25坐航班机来台湾，4个人拢伫机场确诊。个案645是台湾籍40外岁女性，拢住伫美国，返来台湾探亲，隔离期间申请出外奔送采检确诊。另外3个个案是印尼籍女性移工，坐航班机来台湾工作，检疫期满采检阳性，3个人拢无症状。要一个是指挥中心检查进前来台确诊移工的共配移工回溯采检，一个在防疫旅馆的男性移工确诊。暂缓4家印尼中介公司的中介移工来台，那并针对10月已入境的该4家公司中介产业移工共30人进行回溯性采检，那共采检27人，那其中这一案648在10月27号采检检出阳性确诊。因应最近移工来台，虽然登记进前有阴性证明，不过也是未验出确诊。指挥中心讲，会甲劳动部来讨论国内人力需求，看是不是需要引进这么多移工。另外，对12月开始，所有入境旅客拢需要有3天内底核酸检测报告。指挥中心也搁再宣导，若是因为特殊因素造成无报告，即摆航空公司允准也是会使登记，会做特殊的以为安排，而且入境爱自费采检，万一旅客持有的报告是阳性，急迫必要时也应该申请专案登来台湾。就算他是持阳性的，他其实当地国他们本来就有这个所谓隔离治疗的一个规范。我们当然是没办法去越权说要求他们在那边要怎么做，对，所以这是阳性的部分。当然，如果他真的是说，当地国家跟航空公司如果都是同意说他可以登机了，我们只是希望说这整块它的整个航程是可以在妥善保护下回到台湾。指挥中心强调，要求旅客检附报告是为了在航程内底有适合的安排，避免感染风险。即阵若是紧急的协助处理，也是来自我岛自费检查的国家，以及部回专案经过指挥中心同意，拢会使以无报告来台湾。不过入境拢要采检，依照防疫检疫做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的疫情要食力，昨日增加92例，昨昏增加84例。中国的防疫专家钟南山建议香港要全面采检。特首林郑月娥是回应讲，香港人民无像中国人遐尼配合，若要强制采检是有困难。香港市民排队等待检测，港府继续增设社区检测中心，方便市民依需求自费检测。香港敢是要依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建议进行全港检测嘞。特首林郑月娥伫电台接受访问时表示，这可能需要进行4到5礼拜的封闭管理，对香港会带来沉重打击。又向中国中央解释，特区甲中国内地民情无同，规定强制检测无法度直接套用。我有時都要同中央解釋，我真係冇辦法做你嗰種，我又冇你嘅體制優勢，我又冇你嘅人民嗰種嘅即係相對服從嚇。咁如果夾硬用內地嘅方式套喺香港咧，可能係會反效果。林鄭月娥講，疫情煞佇反送中風波了後，公眾對港府的信心有所傷害，造成防疫工作有真濟所在有困難。另外，針對今次要針對無遵守防疫規定加重罰則，伊表示當咧評估中，香港嘅第4波疫情來較真凶，禮拜個新增84例，其中跳舞群組群組感染個擴大。有47宗咧係同跳舞群組相關嘅個案，而家個案數字咧就去到415宗，其中一位個案呢，就係一位教師啦，咁呢間學校咧就係需要停課14日啦。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除了提起希望香港進行全面檢測，也指出未來有可能會面臨哪濟患者同時得到流感加新冠肺炎，目前已經收到4例，所以未來需要有快速檢測設備，釐清感染是倒一種。記者綜合報道。現時進入流感季節，為咗民眾會去做有風社所傳出台中有一個化妝品代理商的經理，向檢舉講私底下摕流感疫苗未去甲員工注，這款無牌共注射行為，予台中衛生局依照違反醫師法甲移送法辦。
民众排队等要拍流感疫苗。今年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大家拢想要愈早做愈好，一度造成疫苗数量无够。但是即马台中传出一间美妆品牌代理公司的经理，涉嫌私底下向员工收费来拍疫苗，卫生局介入调查。施打流感疫苗呢是属于医疗行为，必须由医师专业评估之后呢才能够进行施打。那该员工并未具这个医师的资格，那涉嫌呢有密医的行为。那密医的行为呢，有刑事的责任。台南市卫生局表示，10月份接到民众检举，一间美妆品牌代理商的查某经理透过管道摕到流感疫苗，以每剂900块的价销向公司员工来推销，总共有差不多10几名员工付钱来拍疫苗。卫生局财务会找警方稽查，虽然现场无发现占据该疫苗，但是检举人提供的相片相当明确。嘛是以违反医师法函上台中地检署，没有所有的员工啦，个位数就是了。这个是我们有透过诊所医师的同意呀，然后再带来公司给同仁们施打。而且我们的经理本身是护理人员。这间公司拜六无营业，不过嘛是有员工出面替公司经理来发冤枉，强调摕到疫苗甲拍疫苗，拢经过诊所医师的同意。该经理甲部分的员工嘛拢有护理人员的资格，后续会搁再向卫生局甲检方来说明，厘清相关的疑虑。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最后来关心今仔日的报纸消息，头起先来看的是《中国时报》。今年销路好的类似中招的保单失灵险，年末恐惊着买无。国泰人寿这个队会停卖2张失灵险，若富邦、台湾人寿甲远雄人寿拢会跟到，有计到年末会有10张失灵险停止投保。继续来看《自由时报》，现时行政院咧推动组织改造，传出会加设3级机关。内政部要新设国家公园署，提升管理国家公园的改善。行政院的治安处要刷去所谓发展部下骹，新做治安署。交通部的观光局嘛传出要新做观光署。落尾来看的是《苹果日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列英杰宣布，美国明年阁会有一笔对台军售价达美金52亿，已经通知国会。列英杰强调，美国对台军售协助台湾战略的布局，也若这样完成，历来台湾买美国武器的总金额会超过700亿的美金。日本首相菅义伟上任到今，第一届主持航空自卫队的阅兵，因应疫情，典礼规模减少，无开放民众参观。日本虽然有甲美国买战机，不过也是继续家己制造战机的计划。菅义伟行出首相专用的直升机，防卫省甲航空自卫队官兵拢对行礼。这是当行到北平位在纪玉关的日检基地，由新冠病毒疫情继续一直拖。除了文武百官，人人拢挂喙暗。今年度的航空自卫队阅兵规模减少真多，往年拢会调集其他基地各型主力军用机来到场阅兵。阅兵典礼进前也有开放民众参观的时段，不过今年这节目全部拢取消。而菅义伟伫致辞的时阵，除了俄罗自卫队官兵伫支援防疫贡献，也强调因应新时代安保经济威胁，陆海空自卫队永搁再家己做家己的路。近年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は厳しさを増しており、陸海空という従来の領域のみならず、宇宙やサイバー、電磁波といった新たな領域での対応が求められています。このような状況においては、それぞれの組織のみで対処することはますます困難です。組織の縦割りを廃し、陸、海、空、自衛隊の垣根を越えて取り組むことが重要です。菅义伟随后在官员引导下，坐伫这架正式独翼的 F4 战机，边仔这架是自卫队现役上新型的 F2， 顶有是日本版本的 F16 战机。F2 有针对2035年开始陆续独翼。新一代的次级战斗机除了向美国采买 F35， 各机各做进度也无停止。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这阵合作外商以美国为主，包含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加诺斯洛普、英国航太集团也有机会加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高雄市长陈其迈日前宣布，要并2年内，互高雄捷运的公山路德线、黄线、小港林横线这3条路线动工，有民众认为会加真利便，不过有学者提醒，施工定着影响交通，建议斟酌评估。
高雄这月的公山路德延伸线、黄线一个小港林园线相关的评估说明，拢已经提报中央审议，希望2年内动工。甲这月的路网完整带动运量，民众也认为这么2条实在不够。2条线的话，其实到的地方没有到很多。如果你要到比较偏僻，就是偏乡的地方的话，就比较不好。区域把它整个串联起来的话，我相信民众会搭乘捷运的意愿会更加提高。有效益的话，我相信民众都会撑过这一段那个阵痛期。民众希望至少伫咧市区的黄线先动工，市府要拼2年3条线动工。不过，公山路的延伸线也有伫咧施工的轻轨第2阶段，拢有土地征收或者是塞车救灾等问题。或者建议要有动工的优先顺序。从需求的高低、交通的相关都会区的冲去建立施工的顺序，我建议必须要隔一段时间，滚动式检讨的机制也可以产生。各个县市呢都希望能够争取到捷运建设的经费，但是它的必要性跟优先顺序性呢，都必须要再一次的检视。学者讲，若是敢若去结婚无配套措施，以后坐人也是有限。对大家所关心的效益加成本的问题，市府会当趁这个机会去做全面系统化的评估加检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拼国内旅游，交通部推出春节孝亲专案，不过有立委批评，民众坐客运、台铁和高铁拢有补助，外岛居民坐飞行机却无。林佳龙讲，这是误会春节孝亲专案，无分本岛、外岛一体适用。早起清好装备，交通部旗下各事业单位的主管准备展开骑脚踏车1礼拜环岛，若是骑车也会交报告，体检脚踏车道的设施。旅游业者也看到这波不用出国就用算国内旅游的商机，开发出骑脚踏车的各路团，过去是骑车挑战，即阵加入公共运输，亲像巴士载脚踏车，互行程更加多元，也适合无同年纪的族群。单车会上火车，单车也会上巴士，单车也会上船，所以用这种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去串联。交通部长林佳龙也亲身上阵带队，希望带头推广，吸引更加多民众加入。交通部推动国内旅游，不过春节孝亲专案却是遭到共党立委因为要批评。为安怎过年期间坐高铁、台铁加国道客运这3类大众运输工具到北部6县市，影响有旅游补助，加需要坐飞行机的离岛老大人排除。澎湖的乡亲来这个春节疏运的孝亲专案，不但不会被排除，也可以享受除了疏运的优惠以外。也可以搭配旅行社的这个游程。对着杨耀也伫面册批评交通部宣称的政绩，包含离岛旅游增加补助，也有争取申办灯光节，拢不是林佳龙任内所定案的，算讲是假政绩。林佳龙回应这是误会，伊强调甲杨耀交情好也珍惜，已经对无同意见做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生惊啉手切茶，一年的产值有上千亿。经济部希望吸引更较多业者到阵来拼一道，带乡亲来看高雄的手切茶嘉年华。真侪饮料摊，也有真侪人排队要买。由经济部商业司主办台湾头一届手摇饮料嘉年华高雄场，拜六伫新区港商场来举办，希望刺激在地消费。手摇茶饮呢，一年我们大概可以卖出10亿杯。那其实它占整体的产值的部分，一年大概有1000亿左右，推广到世界各地海外都有业者到那边展店，那也受到国外朋友的一个喜爱。所以我们想这个产业的部分，我们会继续来推动努力。疫情互未少产业，特别是餐饮业发展受影响，业者也赶紧跟政府合作找出路。我们没办法出国，但所以我们对外的贸易其实它是有缩减的现象。业者最需要的是国内的市场。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现在客人很少会去到我们的门店，也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只要走出来，客人就会看到我们。尽管时机真歹，也受民众愿意出消费，加减来交关一寡。找找看有什么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尝试看看。鼓励一下年轻人嘛，因为我看这摊贩都是年轻人居多。以高雄来讲，观光夜市的人因为疫情减少，其中西北夜市因为无法度合法入馆，在1月关起来。为了带动消费，中央甲市政府真拍拼举办各项商业活动。不过学者建议，稳定地方观光甲经济，也是要找出城市定位。必须要去做一些资源的解构跟盘点，你要去找到城市的定位跟城市的特殊性。
以高雄为中心，辐射到周边的这些景点。也增加多数产业甲民众，包伫国内，和政府甲民间有机会重新思考产业定位甲发展，伫有限的市场内底找到新的出路。记者综合报道。去菜市啊买菜，煞袂记得炸刀啊无安怎，新店有一位市啊菜一台机器就你环保刀啊，只要60块就做得到，预算含义，阁会当套钱。菜市内会使看到来买菜的民众，大家拢大包细包。这个时阵，若是袂记得炸袋仔来，要安怎？免烦恼，边仔的环保袋仔自动租借机器，只要10块银就借会到。袋仔寸少，佮分做3款，会使照家己的需要做选择。很方便啊，就是如果我忘记带东西的话，或者是一次买太多的时候，就可以装啊，不然一大堆塑胶袋放在家里，也不知道要丢哪里。其实，在传统市场来说的话，就是塑胶袋的使用算是很大宗。那我们希望可以减少就是一个塑胶袋的一个就是使用量。那希望说民众可以使用购物袋循环使用。除了传统市场，市政府嘛甲百货业者合作，塞袋仔租借服务是全台湾第一间有通借袋仔使用的百货公司。其实对我们顾客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然后也会方便我们。如果说不小心忘记带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租借，然后会顺便可以做环保。从5月份开始啊，到现在我们每个月平均都租借4到500个，那其实状况都算非常不错啊。另外呢，我们的购物袋的归还率也达到98%。过去台北市8实过环保袋仔自动租借服务，2年敢若借出1000个袋仔，退下的几率只有2%。未来在新北市是不是会当推动顺利？民众的使用习惯也是重要的原因。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新竹新丰的番薯正出名，昨昏邀请上千人到店内控油，推广在地农产，带动地方的发展。上面才真的重要，一定要卡。大陆囡仔看起来拢真无用，总算甲要使用的油起好啊！说算的现场有上千人斗阵控油，来参加活动的民众感觉真趣味。外婆家烤地瓜。你今天有准备地瓜，还有什么要烤？玉米、香肠啊。那你觉得来烤地瓜好不好玩？这个窑真的不好搭，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不好搭。底下一定要大块的，哦，然后一直上来，在盖窑当中要一个卡一个，因为一个卡一个的时候很容易就垮掉了。新竹县新丰乡接种的番薯，品种是以台农57号上受到欢迎，当年产值有2000多万。透过活动，希望有更较多的民众甲少年人熟悉在地农产品，来体验农村生活。57号地瓜，还有我们67号地瓜，是非常好吃的，对我们健康又非常有益健康。因为也刚好停灌我们的农民的损失啊，那也特意来举办我们这次我们地瓜节的活动，那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农民。除了体验控油，附近阁种有日头花，远远看过去规片的花海，让人心情真轻松。来到这，唔但有好食好耍，阁会使帮助农民增加收益。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环境保育是真人关心的议题，长期关怀动物的路杀社已经有6000人加入到关心，即马阁进一步号召关心海洋的民众，当作协助收集海洋生态资料。海龟规只趴伫海床顶头咧食物件，斟酌看伊的背脊有骨力大，必顺个破空。伊生活伫小琉球，创水人员替伊号一个名叫做小破空。赵上看到伊的状况，拢会回报互海龟点点名的社团。社团发起人海龟姐姐冯嘉玲讲，透过回报资讯，发现受伤的海龟复原能力其实袂歹。像是这个受伤恢复，我觉得也很惊讶，因为其实我们不知道它的复原力是这么强的。也透过这些观察去更了解海龟的行为，那这些都是光靠传统的研究比较难得到的资讯。过来单位共同举办号召所有介意海洋公民科学的人，共或者是海洋狗仔队做伙，分享记录甲翕海洋生态环境变化的成果。早就透过公民科学家监测环境变化的路杀社，有将近6000人，伫各地协助记录动物防落杀或者是死伫路上的消息。
消息大量佮快速，对掌握环境的警讯是帮助真大。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资料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的进来，然后可以还有更重要就是可以扩大它的广度，因为透过公民的参与，绝对是比单一科学研究人员或一个团队所能够调查到资料量跟广度还要来得大。那有了完整的资料，我们才能够做分析。林德温助理研究员嘛是路沙社计划负责人，伊讲伫调查过程，捌有资讯回报诱发大量死亡，但看起来无想拄到车祸。一开始大家嘛是毋知影发生啥物代志，后来送验了后，才确定是感染小狗病，显示公民科学家参与环境监测，会当突破传统的研究限制，摕到大量有效的第一手资料。记者林前面单枪为台北报道。SBL 超级篮球联赛的元老球员台湾银行队的陈顺祥，在今年6月退休，因为伊是台湾队的得分王，球团肯定陈顺祥的功劳，转讲到台湾球场为伊办退休典礼。台金球员列队好朋友甲球迷也来啊！陈顺祥带某甲2个查某囝登到台金篮球场，这礼拜拼15个球季的主场。我在篮球这个阶段，我真的尽力了，然后我也把我很多东西该做的都做了。比较让我觉得可惜就是我生涯尾巴受伤的那几个片段。只想要好好拍球，也毋过顶一个赛季因为受伤，3月才复出，留落单季出赛10场的记录。才会赛季结束了后，决定要卸落球员的身份，专心银行职员的工作。回顾陈顺祥17年的 SBL 生涯第3年开始穿台金的战衫，生涯出赛347场，总得分累积达到4340分。SBL 排行榜第3位，肯定伊伫球队的地位甲付出，球团就安尼举行退役球衫仪式。比较常看到，其实就是在 NBA 的一些，比如说球衣特写上面啊，或者是这个球员隐退，就会在他的球衣做一个特写。他其实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说自己的球衣会在自己的球场去做退休这个动作。6号战衫挂伫台金球场的顶面，陈顺祥感觉真荣幸。另外 ，SBL 第18季就要开打，但见就领军的 P-Lake 将要来小拼。伊认为，无管有几个联盟，球员都是爱将球拍好，无论支持倒一个联盟，只要支持台湾的篮球，都是对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到阵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北部地区17度到24度，中部地区18度到28度。南部地区19度到28度，东部地区18度到24度，外岛地区是15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虎宪，咱再会。